欢迎觀眾朋友對廣告之後繼續收聽提教國際。一個禮拜新聞幕後，同你大家嚟關心嘅。過去兩個禮拜，你都多求啦公園，不過兩長時間，國際上嘅全球發生動態變化。尤其中東嘅以色列、南非，你看到以為係總統就會失態，根本係數那對南非甚至總統都辭職下台咧。到底兩件事情，我就嚟到後續嘅講講。今部嘅節目地圖為佢哋繞場到你老朋友，政治台灣嚴俊生、嚴教授，嚴教授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謝謝老師在新年的這個開春第一次錄影就來到我們節目現場。那我們來討論是，剛好我說在這個過年期間，其實國際上發生了這個很大的這個政局的變化。我們從以色列、從中東來看起。我們看到這個納坦雅胡，這個警方已經提出了有罪起訴的建議，雖然事情還沒有進一步確定是否會起訴他，可是，我們想在討論他後續的影響之前，先請老師幫我們介紹一下。或許我們的觀眾不是這麼熟悉，說究竟以色列這個，我查了一下資料，只有2萬出頭平方公里，比台灣大概2/3大的國家，然後人口不到900萬，可是他卻能展現這麼多，讓人覺得好像很不符合他這麼小的國家應有的實力，其實是讓人非常刮目相看的。以色列有哪一些特長？他怎麼做到？我覺得他從1930年代啊，在英國還在從奧圖曼土耳其帝國接下巴勒斯坦之後，他就不斷有以色列人、猶太人從歐洲、從美國回去屯墾，就預備在未來就是2次大戰結束之後的建國而努力。那這些人在過去可能在歐洲、在美國都是當地還不錯的精英啊。那他們願意回到這個地方，就是實現聖經裡頭這個預言，說有一天以色列還要復國。是，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他們過去在歐洲也好，在這個美國所謂的這個散居在世界各地的這個 diaspora 啊，這個散居在各地的猶太人。他們的教育，他們的這個整體的訓練都是非常這個精英的，所以回到以色列很快，1948年建國之後，就讓這個國家在各項的發展上面是超越當地的啊。那這是第一個，當然他跟當地的這個原來存在的阿拉伯人跟這個宗教語言跟族群之間是有矛盾，但是不要忘記他在幾次的戰爭當中都能夠打勝。打勝之後，讓他越來越有自信。那除了這個之外，我覺得以色列在中東地區也是阿拉伯國家眼中釘，不僅是他被阿拉伯人環視，只有他自己一群猶太人在那裡。但是他就說，他又是一個很成功的民主國家。我們看整個中東地區，只有以色列是民主國家啊，這第一個。第二個，它不是靠原物料或者是石油這種天然氣。不像海灣國家，海灣國家確實有錢，對不對？可是它是確實有高度的經濟工業的發展。那也因為它要對抗阿拉伯，所以它的國防工業等等就是有高度的進展啊，也帶動了它的一般的這個工業的這個發展。那另外當然就是美國的猶太人長期支持以色列，無論是在美國的援助也好，或者是美國提供的一些保護也好，所以讓以色列在這個中東地區是非常特別的一個國家。老師，這一點我想要進一步請教，就是尤其您提到美國的部分，以往我們會說在美國2個最大的這個協會影響力最強，尤其在選舉的時候，就是來福槍協會。這2天你看這件事情，然後以及就是以色列人公共事務協會，那究竟是美國需要以色列多一點，還是以色列需要美國多一點？為什麼美國可以這樣經歷這麼多任總統，從共和黨到民主黨，現在又到了川普，他依舊不改？你看之前川普還把他宣布說耶路撒冷是他們的首都。我覺得當然就是第一個是猶太人的影響力啊，第二個就是美國的基督徒，其實有一些美國人還是有一些反猶的情緒 （anti-Semitism）， 但是他們會記得說這個聖經的應許，所以對以色列來講，他們是長期支持，因為這個以色列這個地方不僅是我們說猶太教，那當然像東耶路撒冷還有這個穆斯林的伊斯蘭教的聖地，也是基督教的聖地啊。所以再加上這個聖經的預言裡頭，有一天耶路撒冷還是會成為國度。所以這為什麼是 Trump 宣布這個之後，美國人很支持的原因，就是美國的基督徒，特別是這個基督教基本教義派，是非常支持以色列，是因為這個是跟他們的信仰。是他們信仰被兌現或承諾的一部分，所以這個是美國跟以色列一個特殊的關係。當然他們會認為說，
这个犹太人可能还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基督教的信仰，但有一天可能会有这个机会，所以对这个以色列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也好，或者说连结也好，这个是一般其他的国家没有的。那假设回到这一次纳坦雅胡所涉入这个贪渎的案件，总共有2个案件，我不知道老师怎么看待，因为我看那个金额其实。相较其他我们所知元首级的这个贪渎，几百万好像对微不足道。但是就是大家会认为是说，今天你确实是有收的一些，就是你收的说是礼物吧，但是馈赠，馈赠，那而且是邻居的馈赠，他们住在同一个高级社区。对，那可是这个馈赠呢，就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不当的关系。我想我们台湾以前也有发生过这种情形，譬如说我们的领导人他的小孩结婚，那你送礼，譬如说几万块钱，大家都可以理解，送了上100万以上，大家就觉得说，哎，你这个目的是什么？所以会有一些这种，我们就说不 disproportional 非不成比例的，再加上他的老婆也常常就是在这个旅馆里头去吃那种类似 state dinner 就是国宴的级的这种东西，所以感觉上又有点奢华。那这一些不当的一些影响力，他收受这些，比如说，特别是以色列像这个好莱坞的这些人这样的一个关系，会不会造成他做一些就是说不当，这些人在他的政府当中会有不当的影响力？我觉得这个是目前以色列在这个司法单位在调查的部分。其实，在这个警方当天公布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就看到这个总理纳坦雅胡他亲自就召开了记者会。他说他这么多年来为以色列奉献一切，然后他也强调自己清白。所以就他的回应，我们看到他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其实相当有自信，而且就目前客观的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些条件来看，他应该有机会可以打破他们的国父这个本古里安，成为以色列在位最久的总理。这件事情，他的正途是否前途依旧光明？我觉得比较难的部分是因为，第一个，大家现在去对照本古里安跟纳坦雅胡，或者这一阵子以色列所卷入这些贪腐案的这些总理总统，当时以色列早期像本古里安他们是生活非常简朴的就是跟现在来做一个对比。那如果你今天在任的时间超越他的话，那对老百姓来讲，本古里安是神啊！就是说他这是属于那种老百姓心目当中是比较完美的领导人。是。那你的生活的这种奢华的程度，然后你现在居然任期会超过他，我觉得这个大概老百姓一般也不太愿意接受。但是说老实话，今天内塔尼亚胡他从90年代末期开始担任总理，然后中间隔了一段，然后再第2次出任，这么多年来。也是有一些传闻，他认为说每一次都是政敌打压他，可是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观察很多领导人，就是你 survive 了1次或2次之后，你认为你是无敌的，你还会敢做更多。或许待会的竹马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当例子，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才会越来越案子越来越多。所以你说那些收受一些不当的馈赠。这个可能还是小的，但是其他还有更大的，比如说这个跟德国买潜艇啊这些的案子，我觉得包括他现在的这个通讯部长也愿意做这个证人了出任，所以这一些 case 再出来的话，我觉得会很难。那以色列说老实话了，这个国家是一个我们讲说内阁制所以他的总统。当然也有一些涉及贪腐，但是最主要总理是掌有实际大权。可是以色列又是一个选举制度里头采取所谓的比例代表制，所以呢很多的小党。那你今天从内塔尼亚胡他这样的一个里库这个保守党他们来看的时候，他们也会担心说，很多的时候我要这个安抚这么多不同的。这个coalition partner 就是联合政府的这些政党，那我当然要有更多的资源来掌握，所以这个以色列这种多党执政，然后又很脆弱，让它的重要性就更强了。就是我们这样讲好了，就是如果不是他能够整合这些，说不定这个右派的政府不一定能够组得成所以这种东西就会让他更加的愿意，就是说在这个想要
得到更大的权利来主导这一切。我觉得这个是大概和以色列的制度还是有一些关系的。老师讲到制度，其实我们看不只看现在陷入这个贪渎疑云的纳坦雅胡。假设我们把时间往前面推，我们看到之前包括说夏隆已故的总理，或者是前总理巴拉克，他们陷入的这个军购案，然后甚至有一些丑闻的这个卡查夫，或者是也是贪污的这个欧莫特还在牢里啊，现在。所以我想讲的是，究竟是以色列的政治制度好像让他们国家比较容易产生在位元首或者是在卸任之后有这一类的争议，或者是它有哪一些其他结构性的因素，让这个恶性循环好像不断的在以色列上演？我觉得当然就是第一个和这个海外的以色列人有钱也有一些关系啊。那我们看到，你譬如说纳坦雅胡竟然会想到说，他说如果这些有钱的犹太人回来，那我就让他们回到以色列来居住10年免税。是那这种东西，那要通过法律的时候，他就觉得说我帮你们减了那么多的税，那是不是应该要给我一点好 feedback， 一点好 kickback， 一点好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有些政策确实是可以帮助这些大的企业，或者是说有一些不当的影响力，那他觉得说我让你有不当的影响力，我就应该可以获得一些这个好处。但我个人还是认为是说，在这种多党主政的时候，那一个政党，他必须要去我怎么这样讲，安抚各个不同小党还有派系这样子确保他能够维持国会的多数，这一个政治现实会让他需要有更多的资源。那他可能也认为说，我必须要有这么多的资源，我才能够稳定执政。到底什么重要？以色列的安定重要，还是说这一点小节重要？我觉得这个是让他们越走越偏的原因。那就目前的态势来观察，这件事情对于以色列的政局，甚至于接下来以巴关系、美以关系，乃至于这个中东局势，会有一些我们可以预期的影响吗？假使今天内塔尼亚胡因为这个事情下台，或者说在下一次选举当中成为了这个右派的一个包袱的话或者负债的话，那让这个工党上台，那很可能就是跟巴勒斯坦之间的和解会有一点点希望。现在看起来，一个强硬派的这个内塔尼亚胡是不太会跟巴勒斯坦和解。那美国虽然说现在讲了说要签这个耶路撒冷，万一内塔尼亚胡下来之后，签还是不签？就是签还是不签？那而且签的时候也有可能是往那个地方签，但是不签在耶路撒冷原来的市区内，因为它那个市区也很小了。以美国我们这样讲，美国的大使馆需要有多少的纵深安全在那个地方，所以一定是往郊区跑。郊区跑可能到最后就说算是不在耶路撒冷的市区范围内了，那这个也是一种妥协了。OK， 那接下来我们再持续的观察。你上半场看到以色列也发生总理商业探讨的案件，下半场的关系，南非佢哋连总统都已經下台咧，咁啊後續對南非主角會用哪啲嘅衝擊，跟先聊一下，我們就講嚟。跟大家轉到討論嘅現場，你上半場看到中東以下納坦雅夫所上演嘅貪腐風暴，下半場嚟看到係南非總統祖馬甚至因為當地嘅醜聞已經辭職下台咧，有少少嚟的講效。老師，我們看到從納坦雅胡到祖馬還已經辭職下台了。我想要請教一下，因為我們以往在這個分析稿裡面會聽到有人喊這個祖馬是9命總統，所以我想請教，為什麼他是9命總統？他到底是一號怎麼樣的政治人物？然後他過去在南非的民主化，或是我們講這個轉型正義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他長期參與 ANC 跟白人少數政權的對抗雖然沒有受過正式的教育，但是是一個非常具有 EQ 的一個人。那很快的跟着在這個被關的期間認得了 Mandela， 後來所以等 Mandela 出來之後，他就一路往上爬那在 Mbeki 前一任就是
Mandela 之后的副总统 Mbeki 之后任内他选上副总统，可是因为他在担任副总统的时候，好像怀疑被收贿，对，所以 Mbeki 把他解职了。解职之后，他就是在党里头后来是证明是司法社还他清白了以后，他就在党里头挑战 Mbeki，就竟然当选了 ANC 的主席，那就把 Mbeki 在提前1年让他辞职了。然后之后2009年他当选以后继续有传闻，那反对党呢会提出一些不信任案，所以大概有提出了6、7次的都没有过啊。那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被认为是9命怪猫，就是 survive 了好多次的不信任投票，但是他毕竟是一个跟Mbeki 完全不一样的政治人物。Mbeki 是在英国读书拿学位，是一个战略家，但是对国际议题处理得很好，很符合南非国际的地位啊。但是呢，祖玛是一个接地气、具有选举细胞啊，跟选民互动比较好，所以在南非民主化之后，有些南非民众会觉得说，这个 Mbeki 怎么离我们这么远，每天都在国外跑啊？到底他是南非总统还是不是？可祖玛因为他的亲切感，所以在党内也好，或者在民间也好，就有他一定的支持的群众，再加上他跟 Mbeki 还有 Mandela 是来自于不同的族群，他是南非黑人当中最大的祖鲁族群。是。Mbeki 呢跟这个 Mandela 是属于科萨族的，那所以当那两位担任了14年左右的总统之后，那祖鲁族会觉得说也该轮到我们的人出来了，所以他是有一些祖鲁族的一个基础来挺他的，但是就是因为他曾经在这个司法还他过1次清白，所以在担任总统之后，我刚刚前面也提到，就是让他会更不太在意这些这个贪腐的问题，所以这一次又有更多的案件出来，包括他跟这个印度的家族这个 Gupta 这样的一个关系，被人家认为说这个 Gupta 都把它翻译成叫做 Zupta，Z-U-P-T-A， 因为 Zuma 然后这2个的关系在一起，然后还有很严重，就是说你竟然让这个 Gupta 的这个家族这么有影响力，听说都已经影响到内阁人事的任命了，所以这个是大家觉得说，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官商勾结到一个地步，让很多人没办法接受。那最主要就是因为他不断有这个丑闻缠身，让 ANC 在去年的选举当中就输掉一些，所以大家会担心不断的 ANC 从 Mandela 第1次胜利到现在，会不会在下一次选举当中被轮替掉？是，所以 ANC 也有一些危机感，才会在这一次说好，请你祖玛下台吧，辞职第一个他们做的就是说，我复制你10年前怎么把 Mbeki 弄下来的。他们就选了，在党内就选，虽然票数很接近，但选了副总统 Ramaphosa 做新的党主席。那意思就是，如果你当时说 Mbeki 没有支持了要下台，那你也应该下台。他一个还不下台，那继续是不是还会有不信任的投票出来？如果真的有这一次，可能 ANC 的人会带头倒戈了那当然还有一个选择就是用所谓的弹劾 impeachment， 可是 impeachment 要2/3多数。比较难一些，而且是确实是有违法确证的行为才可以。可是南非就是一个很可爱的政体就是说，他虽然叫做祖玛总统，可他事实上就是总理，因为他是间接选出来的，国会的多数选出来，所以国会不需要去弹劾你，因为我们知道总统有任期制，很麻烦，对不对？可是因为你又是有这个总理这个内阁制的制度，你如果没有得到国会过半的信任，那你也要下台的，所以他们用不信任投票这条路来逼他。那逼他的话，他知道不信任很可能会倒戈，那再加上党内已经把他从党主席的位置拉下来，所以他大概没有别的选择。虽然在这个2月份之前这个，他还准备说1月份的时候还要说我要参加这个新的国会开议，然后我要给这个政情报告等等，然后最后给了一个理由是我觉得大家听起来一定会觉得很好笑。他就说还有一些金砖会议这些我还要参加，让我再多做几个月。我觉得你要不然就是很敢拼到底，
啊，就做到明年的4月左右，对啊，这个选举，然后要不然呢，你就干脆辞。他居然还说多要几个月，这个我是不太懂。所以到最后他大概估计一下，那你看他最后讲的话，就是他的支持者绝对在那里。可是假使他今天不辞内斗，最后是分裂的。啊 ，ANC 如果会分裂，我个人研究南部非洲啊，所有的一党独大，就是现在就是说不断的都是在缩小当中，就是只要这种一党独大，到最后如果说这个执政党第一个有丑闻，第二个有分裂，对啊，第三个呢反对势力如果整合成功，你就会被下台。我看一党独大的例子，包括过去墨西哥，包括台湾，包括日本啊。大家都会认为说，你们虽然是多党，可是怎么都老是自民党执政，是啊，墨西哥老是革命党执政，可是最终的结果，你那个机制在，一定会下台，啊，所以我觉得南非 ANC 现在有这个危机感，所以要把它逼下来。就接着老师讲这个危机感，我们把时间拉近一点，其实上一次对他的不信任投票，并不远，就在去年的8月，到现在才短短半年的时间。那 ANC 是在什么状况之下？才感受到好像非得把这个祖马拉下来不可。这半年当中，南非有发生很大局势的变化吗？还是在治安上或者在社会上有什么动荡吗？我觉得就在 ANC 这个主席的这个改选当中，大家看到就 Ramaphosa 出来就是最后一根稻草了。对，那当然就是说选出来一开头的时候看起来啊，在他们这种执委会里头，然后特别是这种最高级的这种元老型的，是双方势力是均等的，可是最后我们看到是这些大佬跑到这个祖马的家里头去劝他辞职了，就表示说连他最亲近的都觉得说大势已去，就是一旦你经过这个选举，大家虽然你以前 survive 了，可是大家都会认为说到了2019年4月份的那个选举，会不会你成为我们党的负债啊，让我们选得很难看。那我认为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他们看看用你同样的方式哦，当时把 Mbeki 换下来，就是你已经失去 ANC 的多数了，那你还怎么能够继续再担任这个总统？那我觉得这个方式是比较就是等于是逼宫。然后把它弄下来，是确实因为它的争议不小嘛，不只是我们讲说贪腐的争议、道德的争议，对不对？他有强暴过这些案子啊，很多。虽然有些人说最后说那个是你情我愿的，跟一个朋友的孩子，而且他还疑似是艾滋病患。对，那艾滋病患他也讲了一个就是说非常让人家难以相信的话，他说人家说你知不知道他有艾滋？他说我洗澡了，他说我洗完澡了，所以不会有问题。但这个南非又是一个艾滋很多的地方。你总统讲出这么没有常识的话，让大家都觉得说，让你已经玩得那么开心了，那是不是也应该稍微就说让南非在国际上面的形象好一些嘛？那假设我们把时间拉长，从过去这大概16年左右来看，接着2任的总统都是任期没有做完，从 Mbeki 到现在的祖马，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看到，南非也持续的这样运作下去，所以可不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纵使如果是对我们来讲，哇，总统在任期还没结束就辞职下台，我想这对整个社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可是显然对南非来讲，好像冲击有限，因为之前 Mbeki 也是这样，南非好好的，现在再来一次祖马，好像也没有太大动荡。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其实南非的这个民主的运作其实算是稳固的喽。我觉得南非我们这样讲。曼德拉1994年出来，对不对？选了，他只做1任，做到99。那应该 Mbeki 要做到2009，但他2008就下来了。那祖马2009上台之后，应该做到2019，现在也是2018下来。对，表示说，第一个是 ANC 在长期执政，它是一个大党，它都是大概有60%左右的选票。那但是还在递减当中啊。那如果不断的递减，低于50%会不会有问题？这是另外一个。但至少目前的情况之下，那包括 Ramaphosa 现在民调看起来还不错，所以大概可以稳住这个。第二个，我自己看我是觉得说，总统会下来和这个国家的司法还是有关的。他的司法确实是独立的，是他们可以列出这么多，做出这么多的调查。那最后呢，一般的民众也相信司法。
的调查，包括像你看以色列刚才有他们的司法单位可以把总统都关在里头了，那总理都前任的总理关在里头，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有很多的这种独立性，再加上国会里头虽然现在他们的民主党还是少数，但是已经有一点点的制衡力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南非这样子10几年的发展，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发展，就是说会有贪腐。但是呢，司法单位绝对会调查，然后会有各种不同的机制来逼到你最后你是辞职下台的。那接下来 Ramaphosa 还有哪些挑战？Ramaphosa 第一个他以前本来可能是曼德拉之后他有机会出来啊，对，那但是等了很久。他跑去做生意赚了大钱，那现在大家大概认为说，哇，这么有钱的一个总统，大概不会贪腐了啊。那当然，他希望就是把南非的经济弄好。但你看现在 Cape Town 连水都没有。对，这个是一个 Cape Town 的水的问题是一个大的问题。那还有南非这个。